真歹势，互你看到即款模样。这是阮老的，免烦恼，伊歹看，毋过伊袂振动，请你小忍耐咧。阿婆讲，阿公患着中风几若年，蛇仔全身不遂。即堆纸伞是各地寄来的治疗中风的批信，甲为各地买来的中风药仔的纸袋仔。阿公听经过山关的过路人讲的，也是看新闻报纸广告的中风的治疗的方法，伊一项都无漏交，拢寄批去买迄药仔。遮的批含纸袋仔，伊一个嘛无迄条，自安尼囥伫身边看咧过日。几年来，遮的奥古米都堆甲哪山咧。我无应阿婆的话，甲身躯仔伫火炉的顶悬。经过山路的自动车转动着即间厝，秋天都遮寒啊，免偌久遮都会抗雪。是安怎即个阿公毋爱搬落山呢？我的衫底呛烟，火吓甲我头痛。阿婆出去店面和走呛的查某艺人开讲，我听着伊在讲，安尼啊，顶届地来的查某囡仔打遮大落，水当当呢，安尼对你真好，变甲遮尔水，查某囡仔大真紧。大概1点钟了，我听到走呛的准备要离开的声音，我嘛坐袂牢啊，干焦心肝顶腰，煞无胆徛起来。我想是讲，虽然因管是旅行，因为是查某人脚，我相信若准慢因1-2 km，小走一个嘛足因会着。毋过坐伫火炉边，我还是心袂定。当学道你个因无伫遮，我的空想若得到解脱，颠倒活跳跳。我问拄送因离开转来的阿婆，遐个艺人会暗带啥所在？